传讲今天的信息，最后审判的标准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来到这岁末年终，教会年历的终结的时候，我们要来认识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君王，以及他对我们是怎么样的要求，赐福我们。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，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弟兄姐妹平安。今天是教会年历，我们知道农民有农民历，那伊斯兰教有伊斯兰教的教历，那我们基督教也有我们的教历，我们的教会年历每一年常年期第34主日叫做基督普世君王节，是最后一个节日。那我们下礼拜就是教会的新年，那这个是根据救恩的历史来编排的。将临期就是渴望、仰望基督的再临，一方面也感恩纪念基督第一次的来临。好，所以是双重性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的普世君王节是一年的结束，然后是高举基督为君王，因为基督是创始的主，也是成终的主，他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，他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，是初也是终，即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。所以我们今天的福音是来探讨两个重点。第一个，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君王；第二个，我们这些成为耶稣基督的子民的人，我们应该怎么样的生活跟我们的作为。好，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独有的一段经文。我们紧接着上面3个主日讲到警醒等候主的比喻。那今天呢，讲的不是比喻，今天讲的是教训。所以总结耶稣末世言论的教训，可以说耶稣基督所讲的马太福音的5大篇的讲道里面的总结论。所以因为接着就是耶稣的受难史了，那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，我们来诠释，来了解经文，然后我们接着我们来反省这段经文我们怎么应用。好，第一个我们来看背景，31节到33节。人子在他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他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。这里很清楚，耶稣在讲他第2次来的时候，跟第一次完全不一样。虽然他是人子，是道成肉身的人子，可是他第一次来是卑微的婴孩，降生在马槽里，痛苦的死亡，死在十架上。可是同一位人子最后复活升天再临的时候，是变成荣耀的君王。所以当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，他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好牧人叫羊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但是第2次来临的时候，他却是分别山羊跟绵羊，变成一个公义的审判主。这2个身份在同一个人身上，所以这段福音是非常强烈的对比，非常强烈的对比。那这段圣经我们要了解的话，耶稣一讲，他们当地人全部了解，因为这是当地的习惯。因为当地人在牧放各种牲畜的时候，都是一起牧放。但是晚上一回来的时候，山羊就放一边，绵羊就放一边，了解吗？那个牛其他都放一边，关在不同的那个圈里面，羊圈啊、牛圈啊，都关在不同。然后呢，犹太人看到绵羊温驯可爱，所以就象征义人；看到那个山羊那个顽强固执，就象征着恶人。那犹太人他们也觉得右边是蒙恩宠的、蒙福的，左边是失宠的、被咒诅的。这2个中间
没有灰色地带，也没有中间地带。好，所以这段圣经就在讲这个比喻。好，我们来看第34节到45节。34节到45节是讲审判的过程。那这个审判过程做了2个对比，一个是审判者跟义人的对话，是34节到40节；另外一个是审判者跟恶人的对话，是41节到45节。我们先来看34节到40节。那个31节到31到34 4节当中，耶稣的形象就从人子变成牧人，再到君王。好，我们刚才已经讲过这个对比了。我们先来看耶稣审判的标准。耶稣终末的时候，基督是审判的君王，他审判的标准是我们人今生今世、此时此地，到底有没有用爱心行善？基督徒有没有爱心行善？这个就是我们永生永死的定夺。这哈登很特殊，他提出6种善行，前5个是旧约常见的啊，后面1个是做监狱啊，哈，做监狱。那为什么要提出这6种善行呢？原来耶稣基督他是人子嘛，人子就是天上的道，永生的道，太初有道，道与上帝同在。道就是上帝，这个永生的道，它进入人间，叫做道成肉身，取了人性以后，他就成为我们人类的一份子。他爱人如己，所以他看饥饿者，人饥己饥；看口渴者，人渴己渴。看到作奸的人，他说：“人作奸就是我作奸，人生病就是我生病。”他用这些饥饿、作奸、害病的人所行的善事，就做在他身上认同。你还记得吗？当那个扫罗，就是保罗啊，他是一个文士，又是法利赛人，又是公议会的一份子。他在消灭基督徒的时候，杀基督徒觉得不过瘾，他还拿了文书，冲到大马士革，准备往罗马全境去杀基督徒的时候，结果他在大马士革的时候遇见基督。基督怎么说？荣耀的基督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扫罗很纳闷啊，说：“我哪里有逼迫弥赛亚？我哪里有逼迫弥赛亚？我只逼迫那些信道的人，信这些道的人，对不对？”耶稣基督把自己等同于所有被逼迫的、被伤害的、被遗弃的、被羞辱的、被贬义的。耶稣基督对那些受难者说：“你逼迫他们，就是逼迫我。”哇！结果扫罗的眼睛一亮，他其实是被大光照耀的时候，他瞎了眼，但是他的肉眼瞎了，他心灵的眼睛打开了，认识那一位在十字架上受苦的耶稣，原来是他们等候的弥赛亚。所以耶稣的审判是什么？是根据有没有对弱势者的关怀。如果我们教会盖好了，花了2亿，那么多的牧者很羡慕我们，也很羡慕我来这边当牧师。哇，大教堂的大牧师。如果我们只是这样的话，我们没有关怀弱势者，我们不但是白占地土。好，我们来看那个善行的标准是行善，爱心的行动。善行的对象是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，最小的一个哈，大家叫祭逼啊，自为的为啦，祭逼啊。我们村子很多人哦，他叫他的孙子或者他儿子说：“这关鸡逼啊！”你们不要少听过这种，就是自己很卑微的意思。那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？我们知道马太福音的里面是讲到，在教会的团体里面，好多卑微的人，他们这一些人很特殊，他们什么地方都没有办法包容他，只有在教会包容他。那个我记得1979年有一个陆汝斌教授、陆汝斌医师啊，他发表了一篇论文，他说基督徒的人口当中哦，精神病的人
就忧郁症啦、精神分裂这种精神病的人，是比一般任何比台湾的人口里面多30%。嚯，这个一出来以后，大家开始骂了，你信啊，说信啊，笑一啊，对不对？基督徒怎么基督徒有喜乐啊？怎么会忧郁症呢？基督徒怎么这样子呢？陆宾医师就讲了，其实这些社会的边缘人，到哪里都被看不起，到哪里都被排斥，到哪里都被羞辱，甚至我在当兵的时候，我跟宣教士去探访伯大尼之家的孩子，那个伯大尼是重残障的人，那些重残障的人，教会收留了他，宣教士收留了他，然后教他一技之长，本来连走路都不会走，然后都不能连爬都不会爬，叫他到最后大动作会做，会自己大小便，然后下面给他装那个板车。那时候台湾还没有电动车的时候，就这样滑，然后教他们工作。这些孩子们非常渴望暑假的时候回到家里，结果我就去探访那些家庭，没有一个人要他孩子回来。他说下西下井拍接的，了解吗？我前辈子不知道做了什么孽，怎么会生这个？他们这些人本来被抓在家，被放在家里的铁笼里面关着呢，好可怜呢。教会把他们收留，弱势者爱他们。那时候我就还发现，我就跟他宣教师在谈，他们说这一些人就是隐藏的基督，这一些人就是基督就临在这一些人，我们要爱他们。啊，可是台湾人说，我较会歹接的出世这孩子，囡仔来害我的，我下西下井，我唔知坚持这么歹代，开出去就囝，都是这样子的，这不一样的。请看，社会边缘人被看不起、被羞辱，教会的人接纳他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当时荣光堂本来是要在广西路要盖教堂，是用地下室。那时候几个台北卫理堂的人就跟他们吵说，怎么盖地下室啊？怎么什么啊？我们的卫理公会是很荣耀的教会，盖着要大一点、漂亮一点。我说我们应该走卑微的道路。哇，他们就我说对不起，卫理公会刚开始成立的时候，那些尊贵的选要的人都是圣公会。国家的教会嘛，那些中产阶级的人，那些知识分子都在长老会、浸信会、独立教会有独立思想判断，唯独社会当中被人认为最看不起的人，就在卫理中的寻道运动里面收留。在美国也是，美国的教派都上去了，全部你知道吗？那个宾州是属于什么教会的？你知道阿米许的？了解，那个都是那个，然后呢，那马里兰州是天主教，都是尊贵的。卫理公会上去没有，全部的人都参加了。卫理公会就是说那些人家社会所谓的边缘人物，然后就骑着马去追踪这些人，在那个。可是卫理中就是有办法把第3代的人从最卑微的人变成尊贵荣耀的人，到处就办学校、办大学。所以美国卫理公会办的大学是全美国最多的教会，得到。帮助人使穷人翻身，使卑微人翻身，但是还回过来继续照顾这弱势者。今天的福音就是这样子。那我们来看今天这段经文里面的下半部，这个弱势者在普世的眼光里面，我们就发现是扩展到一切的人。福音强调施展于万民，而不是只为教会的弟兄姐妹们。这我印象好深哦！我当兵的时候，在屏东某一个教会聚会，带了一批人信主，整个都是参加教会。然后呢，大家一起打乒乓球，结果被那教会的长老把我几乎等于赶出去了。他说：“你这我告牌来，我告会冲上啊！我们的乒乓球就是给我们教会子弟的呢，我们自己出钱的呢。啊，你凭什么带这些人来打乒乓球？啊，来聚会？这种观念，那种排斥人。”我觉得印象好深刻，好深刻。啊，小时候我去教堂的时候，也是被牧师拿石头 K 出来。他说：“你这个野孩子，外面的孩子来这里干什么？这是给我们教会主日学的孩子。”哦，那一次以后，我说我一生做牧师，绝对不要看轻那些儿童主日学，那些外面的孩子，这些都是主所爱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弱势者是我们所爱的，所以我在东吴
我念之在之，虽然那是大学的教堂，我念之在之的是那些弱势的人。我今天回到这里，其实我现在想到的是，高雄市这么多弱势的人，我们需要去关怀。好，我们来看41节到45节，审判者跟罪人的对话。哇，这整个好特殊啊！你知道吗？这些恶人，所谓恶人呢、一点都不恶。我们现在标准啊，为什么？不杀人，不放火，不强奸，不做什么事，什么坏事都没做，叫做恶人。这是什么标准啊？原来整篇思想上强调疏忽这些弱势者，当做的不做，消极的不作为，或者说少做少错，不做不错，这种态度在上帝的眼中，比做坏事还严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拥有一他连得，那教会100人就有100他连得。哇，那么多的产业就埋藏起来，你不做，不是这个，所以这个这么严重。所以我们真的，我们自己从来没有杀过人，我们聊以自慰。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，我们没有花时间去探访病人？其实每一个生病的人都渴望人去探访。他嘴巴说不用不用不用，但是他在等你，同意吗？我去探访的时候，牧师你不用来，你很忙，你不用来。我去了，结果我说我马上到，结果马上到了以后，他就其实在等了。每一个人那么痛苦的时候，你知道好多台湾的民间信仰里面，对于那些生病的，或者在监狱的那些人，或者那个失丧的，他们都会觉得是一种喂水呢，那种是带煤气的，是负向能量呢，是伤害人的呢。我记得我岳父那个在荣光办追思的时候，我的亲人来了，结果师母跑去跟他握手，结果他就这样一退，然后回来打电话给我说：“你忙叫你莫等啊！”这都还恐惧。可是教会不是社会，教会是上帝所分别为圣的。对这些受苦者陷入了困境，我们应尽责任。所以消极的不作为、忽略或者缺失而造成的罪，这让我们感到惊吓，让我们感到惊吓。你知道其实我花很多时间在陪伴那些很特殊的人。我在东吴大学陪伴一些人，其实是有原因的，而且上帝也很奇妙，让我去彰化基督教医院实习，就在精神科实习，然后又到屏东基督教医院实习。因为我在当校园同工的时候，有一个学生，他打电话跟写信告诉我说：“陈哥，请你来参加我的追思礼拜，我定在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？”他还当兵啊，而且当狱官啊。我说你在干嘛？你在乱想啊！结果果然接到他的讣文，我就去南投参加。我那时候很难过。我一个朋友也是说，他一直要自杀，我的朋友的朋友一直要自杀，请我去看他。我说实在太忙了，工作实在太忙了。结果果然自杀。我不相信呢，因为他在国家音乐厅里面才刚刚首演，而且是男主角，演得这么好，哇，掌声不断。可是他有忧郁症，很严重。我那时候不知道，痛苦啊，痛苦啊！我们忽略的人，成为永远难以挽回，难以挽回。所以耶稣基督他说，我们因为忽略而缺失造成的罪孽，因为我们没有去做，因为我们没空，因为我们认为这还太多事情太重要了啦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最后我们来看46节，我们一起来读来46节哈。一起来，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最后的决定性是永远的决定？如果看这样的话，今天我们如果将来见主面，或者我们死的时候，主耶稣说：“我在哪里，你没有来找我；我在哪里，你没有来看我；我在哪里，没有看我。”这些呼声。好，我们来反省。
然后我们今天有讲过说，今天是两个段落，一个是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君王，一个是我们当做什么。我们刚才解释了经文以后，我们来看怎么应用。第一个，耶稣基督是一个温柔、辛勤服侍、为人民牺牲的君王。耶稣用很特殊的方式做君王。我们知道外邦人的君王是辖制，是管理，是耀武扬威，是动不动就杀。可是耶稣基督做君王，他却是一个服侍的人。他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耶稣呼召门徒，竟然呼召了社会的边缘人，那些税吏，那些是犹太人的游监呢？了解吗？很像中国人的汉奸呢。通敌者，耶稣呼召他们，那些妓女正要被砸死的那个妓女，耶稣宽恕他们；那个麻风病人，耶稣去拥抱他们，医治他们。然后那些世俗人被人看不起的人，耶稣跟他们共餐。更可恶的，他们看起来更可恶的是，那个税吏长撒该，这个人是该杀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撒该就是该杀的。结果耶稣说：“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。”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说：“怎么不到我家啊？这个坏人，对不对？”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耶稣释放被鬼附着的人。总之，耶稣为人活，耶稣活出来，耶稣把典范活出来，他就是这样的君王。第二个，耶稣基督是战胜罪恶、死亡的君王。今天的读经的保罗里面说的，世界终末的时候，基督必要为王，然后一切仇敌就伏在他的脚下。所以这一位战胜死亡的基督复活了以后，把圣灵赐下给我们，把永生赐给我们。所以最后哥林多前书15章的复活颂说：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你们在主里的劳苦绝对不是枉然的，真的不是枉然的。所以坐在最弱势的人身上，即使所有人看不到，我们也不以为然。但是将来耶稣基督都知道、都了解、都纪念。”第三个，耶稣基督是一个公义的王。但以理书里面说到：“我在夜间的异象里，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，驾着云而来。他领到亘古者的面前，得了权柄、荣耀、国度，使各方、各国、各族的人都领到他面前来。他的权柄是永远的，不能废去的；他的国是永恒的。”所以，耶稣基督是一个审判公义的主。很大的特色，我们知道，所有的司法制度里面都要有检察官举证的人，要有什么辩论。但是耶稣基督为君王，他是上帝，他洞察一切，所以所有的账他一目了然，是非黑白全部摊在他的面前，在那阳光面前。审判的时候，他不需要什么事，不需要证人，他就直接审断。他祝福跟表扬了右边的好人，那些绵羊；他降罚了左边的恶人，山羊。而且他的审判一下去，是永远没有翻案的机会，没有再incarnation啦、轮回啦，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所以你有没有发现，今生我们给那些人一杯凉水喝，上帝就纪念；我们给人，你有没有发现，那个6个都是我们随手都可以做的工作？好，这样的君王我们要怎么样？所以圣经上要我们效法，第一方面效法耶稣基督的爱心去服侍人。耶稣跟这些人认同的原因，是因为他是人子，他生活在人群，他为我们立下榜样。所有的君王是这样做的，我们都以为有钱有势，我们都以为耀武扬威，我们都以为享尽荣华富贵。这是有福的，其实错了。我有一个朋友是个医生，他的爸爸是医生，他坚持要读社会系、社会服务系。他老爸说：“拜托啊，我们应该是别人服务我们，你在服务什么？”他说：“爸爸，你在教会也常常讲到要我们服侍人，那我觉得做服侍人就要去做那个，了解吗？”他这气到我那个，
就拦阻他，结果他坚持去读那个社工系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他的女儿才是真正把信仰活出来，在社会中实践爱心，就是高举基督的王权；在社会中照顾弱势者，就是以基督一同作王的本事。这个价值观是整个翻转过来的。所以我们要活出君尊，我们是君尊的祭司。好，彼得前书2章9节说：“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。”请问君尊像君王那么荣耀的祭司是什么？不是在教会施会的时候祷告啦，然后祷告了哇痛哭流涕，然后起承转合，阴阳顿挫，大家整个弟兄姐妹都很感动，如行云流水，最后大家阿门之声彼起彼落，哇，然后痛哭流涕，是这样吗？君尊是服侍者，你在背后的隐藏的代祷，为一些失丧的灵魂代祷，为我们教会一些软弱人代祷，为一些失业的人代祷，为一些茫然人代祷，这个才叫君尊的祭司啊！所以普世的卫理中越来越强调维护人性的尊严，跟争取公义、实践的爱心。如果我们有机会参加世界性的卫理中的聚会，你又觉得卫理中实在是好尊荣。有一个7大名目跟我说：“启峰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教会是最弱小的教会。”我说：“是。”我一出来在想说，卫理公会全世界有8800多万叫最小的教会，是基督宗教里面最大的教派，了解吗？我们比长老会还多1倍人呢。其实凭什么？凭着我们照顾弱势者、关怀弱势者。全世界里面80-20法则，弱势者永远比较多了，永远我们的机会多了。好，第二方面，我们随时准备交账。你知道我们要面对那个万王之王、万子之主，你知道那个交账是什么？那个交账好像是所有民族都去，其实是个别的要交账，个别的交账。所以，既然我个别上帝要对他交账的时候，我就要毫不犹豫、无私无悔的去关怀需要援助的邻舍，我才能够交得了账，无私无悔的。你有没有发现那个绵羊啊？耶稣基督说：“你照顾我，你照顾我。”说哪有，意思什么？他都忘了，因为对他来说，做那些事情是他很自然的，是他生活的一部分。我们呢？你看他那个餐厅在吃饭，大家聚餐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说啊，我们教会有一些人不方便，可不可以帮他盛饭过去？有一些人还没有那个想一下，还是我来了就吃啊拼啊，因为我比较大啊，我是牧师啊，怎么可能？想一下，我们可以垂手而得啊。看到有些姐妹很不方便，可能腰酸背痛，需要什么？帮她弄一杯水过去嘛，就是很自然的这些。你有没有发现毫不计较的帮助人？没有想到要立功，是出于我们自然的，那就是绵羊的特色，是为了助人而助人，不是为了将来在上帝面前怎么样。而且你有没有发现，这些工作都是简单日常生活的小事，探病、探监、饥饿，因为什么？我也不是医生啊，我去有什么用？对不对？我也可以这样讲，我又不是医生啊。其实我都跟家人讲了，把病痛交给医生，把生命交给上帝，陪伴交给我们家人，我们弟兄姐妹就是大家陪伴、扶持、带祷，就这样嘛，对不对？叫我们做的工作就这么简单。所以给渴了人，给渴人一杯水，给饥人一餐饭，给无家可归的就收留他一个晚上，送寒衣，这些都是。约翰卫斯理活到88岁，他86岁的时候，英国大寒下大雪，整个地都淋淋，他还穿着那长靴，冲去一家一家募款。其实他86岁了，他的会有7万多人，他的小组都直接的会友就7万多人，受他影响30多万。他这个人话剧也跟党，他讲一声，大家群起来。可是他坚持带头做，那一次做完了以后，他整个人肺结核，他死掉，就又救回来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他说那些达官显贵，那些富甲巨商，有人去关心他们
有人去爱他们，有人去传福音给他们，陪伴他们，我为他们感恩感谢。但是我心中念之在之的，觉得上帝给我的机会的，就是陪伴这一些最弱势的人身上。所以有一个我要跟大家提醒的是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基督神秘的临在我们的小弟兄上，当然包括小姐妹。基督有很多的临在，就是基督那个马太福音，耶稣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耶稣升天的时候，大使命说要叫做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嘛。所以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到4种同在。第一种同在是什么？基督临在我们的圣餐当中，这是我，对不对？我在我们的圣餐的时候，你们当纪念主。这圣餐的时候，第二个，基督临在我们的读经的时候，当我们读神的话语，聆听默想，存记在心，内化成为我们的思想，然后彰显出我们的言语行为的时候，主也与我们同在。在听到的时候，主也与我们同在。2个。第3个是，当我们有2、3个人同心合意的团契，奉主名聚集祷告的时候，当我们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主也与我们同在。第3个。第4种同在，我们最忽略的，就是当我们这些人进入幔内敬拜上帝的时候，主同在；听到的时候，主同在；团契分享，主同在。但是我们被差遣出去的时候，或者照顾我们教会的最弱势的人身上，主也与我们同在。换句话说，爱心的行动跟耶稣是连接在一起。我们在爱心的行动当中，就与耶稣相遇，我也很感恩到我的儿子一直在办那个饥饿30，他觉得说，可是我对世界最饥饿的人没有体会，他就跟我讲说，可不可以帮助我？我说什么？我到仁爱修理会去，结果他就飞到加尔各答3个礼拜，睡在地板上，就专心去照顾那些垂死的病人，整天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。我也在东吴办过这样的情形，要让他们去沙巴。去帮原住民那个，结果学校的那个教授问我说：“有没有冷气？”我说：“在森林里哪有冷气？有没有蚊子？”我说：“一定有，而且保证很多。”啊，会不会疟疾？我说会，而且得到的人生这种体验也不错。啊，我不行啊！那家长来骂死我们了，就不要了。他们要去哪里？所以他们选择去菲律宾那个最安全的一个天主教学校。然后就是整天在领气里面，然后再出来几分钟，这样那不是啊！耶稣要我们照顾这些弱势的人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我们好好来想，我们教会要走的什么方向？这就是我们要做的。来，我们当审判的时候，最令我们惊讶的是，那个山羊跟绵羊都说：“我真的不知道我曾经做了什么。”第一个说：“我何时做什么？我真的忘了。”第2个说：“我没有做什么，我也忘了。”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要满全我们周遭这些弱势者人身上，是很自然的，不是刻意的，真的被帮助、被扶持、被带导，我们要存记在心，永远记在心里面，去纪念这些人，为他们感恩。但是我们施恩于人哦，不要记得啦。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，主耶稣帮我们记就好了啦，不要整天在那边记功啦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那被我们忽略的那些人，主也知道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学习认识你这位君王，并且跟随你这位君王的脚中行，也帮助荣光堂我们开始想到我们怎么照顾，怎么去陪伴。怎么去扶持这些弱势者？帮助我们这个教会是弱势者的教会，是满有基督怜悯、恩典丰富的教会，是满有基督君尊荣耀的教会。奉基督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